清晨，我看着镜子里的模样，不用别人的话语衡量自己的价值，学会慢慢地放下向外的比较，心情了，世界也变得明亮。我的价值独一无二，不需要跟谁比较，我走的路有我自己的方向，每一个笑容都是我生命的色彩。放松，接触真实的自己，我就是我。越是放下向外的追求，越能看见自己的光。不需要成为谁，想